位早晨，嗱，今朝早溫差唔大㗎，我哋睇下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溫介乎18至19.4度，至於最高氣溫係介乎18.1至19.8度。一齊睇下衛星雲圖，廣東沿岸風勢微弱。此外，華東嘅氣壓正喺度上升。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氣流今晚至聽朝早抵達華南沿岸。預測方面大致多雲，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大約23度，早晚有1兩陣微雨，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，而夜晚黑風勢清勁。喺未來2、3日大致多雲同埋有薄霧，而星期3風勢會比較大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，廣州、澳門落雨，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多雲，北京天晴。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，大阪、東京落雨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多雲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多雲，多倫多驟雨，倫敦有霧。巴黎天晴，阿姆斯特丹多雲，法蘭克福、蘇黎世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